講到立法院115年這總預算案的調研協商，行政院秘書長張惇涵是表態反對國民黨洪曉玲提案講要抬行政院長倒用台薪水訂案。不過，這洪曉玲是強調講，家己不是亂抬的。那針對這總預算案的問題，立法院長韓國瑜也發聲，講希望8月27會當全部通過。我已經還是保留了，大家還有什麼意見？我們現在還1300多個案子。照你的意思，我已經照你的意思保留，還有什麼意見？這會到底還要不要開了？韓國瑜主動陳情量法院，原因是因為國民黨立委洪曉玲提案，要把行政院施政甲法制業部1437萬的預算全部抬掉。經過行政院秘書長張惇涵說明了後，韓國瑜才是保留，不過陳情量閣講話挺洪曉玲，讓韓國瑜真不滿。前一天協商的時陣，張惇涵就點名反對洪曉玲提案，要甲行政院長倒用台薪水凍結。迄時國民黨黨團總召布昆萁閣氣甲交出來，引起衝突，互協商先暫停。確實會或多或少影響行政院的基本運作，各個部會、行政部門的基本的運作，或者是基層員工應該有的待遇。大家都應該來合理的、理性的討論。有非常多的民眾都認為，我刪掉陸委會的沒宣費是做得很好啊。那麼我也會以這樣子的一個態度，來嚴審各個機關部會的這個預算。在國會裡面呢，要稱王的人呢，其實要保持一定的一個風度啊，在國會裡面應該是很理性在問政的一個地方。張惇涵認為，國黨受民意監督，社會自由公平。民進黨團是批評布昆萁失去國會應該愛有的風度。今仔台北市長蔣萬安等倒閣的議題，團講有國民黨立委提議要甲不分區的立委前5席讓予民眾黨，爭取拿白合下過倒閣的限。所謂要這個合作釋出不分區就一個部分哦，那這個部分我們無從所知。基本上戰術上是可行，可是戰略上呢？必須要慎思啊。那麼倒閣是立法院的工作，解散國會是總統的職權。台北市長有台北市長該做的事情。倒用台就講，倒閣是國會工作，呼籲地方首長應該愛先甲市政顧好好。記者綜合報道。